嗨，各位，歡迎嚟緊緊越講越有料，每日為大家帶來最新嘅香港娛樂八卦。講起劉德華，大家可能首先會諗起佢嘅妻子朱麗倩，但其實唔知道嘅係，劉德華身邊有一位同佢一齊食住嘅女性，已經係整整16年。而社會上一直有傳聞劉德華一妻一妾，講緊就係呢位女生。喺2019年，劉德華喺演唱會上表演嘅時候，有一位女人突然抱住佢，然後貼住佢耳邊，講咗句我愛你。聽完呢句話，劉德華淚流滿面，深情地回應到我都愛你。呢個女人叫做賴文蔚，係劉德華嘅御用伴舞。跟住劉德華已經25年，唔管其他人出咗幾多錢來聘請佢，賴文蔚都毫不猶豫地拒絕，並當眾宣布要陪劉德華跳一輩子舞。為咗劉德華，賴文蔚可以話係付出咗全部。40幾歲嘅人了都冇結過婚，而且喺舞台上兩人舞動嘅時候，比情侶仲要親密，甚至喺成千上萬嘅粉絲面前深情凝視。咁賴文蔚究竟係什麼來頭呢？佢同劉德華嘅關係，難道朱麗倩唔知道嗎？賴文蔚出生喺1982年，佢家境普通，但因為母親嘅舞蹈夢想，被逼進入咗舞蹈學院。剛開始嘅時候，賴文蔚好唔開心，因為佢發現自己對跳舞毫無興趣。直到老師讚揚佢好有天分，賴文蔚先慢慢揾到咗樂趣所在。真正愛上跳舞之後，賴文蔚就開始日日夜夜地練習，練出咗絕美嘅身線，練成咗絕佳嘅舞蹈功底。有一次，賴文蔚突然喺電視上睇到劉德華喺演唱《忘情水》，英俊嘅臉龐，性感嘅嗓音，賴文蔚淪陷咗。自嗰時開始，賴文蔚多咗一個別人唔知道嘅夢想，就係要同劉德華同台演出。為咗能同天王同台，賴文蔚付出咗別人無法想象嘅努力。唔管受過幾多傷，賴文蔚都咬牙堅持，決不放棄。終於，努力嘅付出得到咗回報。當時，劉德華固定嘅舞蹈團隊缺席咗一個人，於是負責人就打算挑一位年輕嘅舞蹈演員頂上。幾次抉擇後，負責人揀咗賴文蔚。賴文蔚興奮極了，偶像面前，佢嘅心臟怦怦亂跳，差點連動作都忘記咗。好在多年嘅練習冇白費，即使腦子空空，賴文蔚都能憑肌肉記憶出色地完成演出。16歲嘅賴文蔚就咁實現咗自己嘅夢想，開始喺劉德華屋企同食同住。從嗰之後，賴文蔚就留喺劉德華嘅團隊，成為咗佢嘅御用舞伴。當時好多人都覺得賴文蔚睇劉德華嘅眼神好唔同，所以記者就問佢：你係唔係愛上劉德華啦？賴文蔚坦然一笑：誰唔可以愛佢呢？2019年，劉德華舉辦咗一場演唱會，喺佢唱來生緣嘅時候，賴文蔚突然湊近到佢身邊，滿目深情咁講咗一句我愛你。但因為正在表演，劉德華冇做出回應。一曲完，劉德華問台下嘅粉絲想聽咩歌，結果大家齊齊話想聽愛你1萬年。於是華仔立刻滿足粉絲嘅要求，拎起話筒就唱。當唱到高潮部分嘅時候，佢對住台下嘅觀眾講我愛你哋，隨後又轉身對住賴文蔚講我都愛你。當時仲有人猜測，如果冇朱麗倩，賴文蔚會唔會成為劉德華嘅女人？可惜冇如果，而且比起賴文蔚，朱麗倩對劉德華嘅付出顯然更多。為咗唔影響劉德華嘅事業，朱麗倩甚至甘願放棄大好年華，隱姓埋名22年。好在劉德華並冇辜負佢，而睇到丈夫同別嘅女人咁好，朱麗倩都冇大吵大鬧，而係真心將賴文蔚睇做妹妹。佢哋經常一齊逛街，朱麗倩仲會教賴文蔚做飯，有時候
佢甚至專門去演唱會睇賴文慧同劉德華嘅貼身熱舞。令人細思極恐嘅係，朱麗倩為劉德華生嘅女兒，大名就叫劉向慧。難道劉德華係喺安撫賴文慧，表示自己永遠向住佢過？而家賴文慧已經40多歲咗，但仲未有戀愛。朱麗倩同劉德華為佢介紹咗好多男友，但賴文慧都冇睇上，而拒絕咗許多頂級公司嘅邀約，仲守候喺劉德華嘅身邊。2021年，劉德華喺社交平台上晒咗一張同賴文慧嘅合照，兩人依然親密，只係唔再年輕。唔論係愛情，還係友情，還係親情，劉德華同賴文慧嘅感情都係佢哋人生中最珍貴嘅寶藏。而相對於劉德華嘅老婆朱麗倩，佢嘅出身亦都非常厲害。朱麗倩於1966年出生喺馬來西亞檳城，係家中嘅老四，有5個兄弟姐妹。佢嘅家庭富裕，父親經營地產同酒樓生意。有報道稱，朱麗倩嘅家族背景顯赫，家族企業係馬來西亞著名嘅成功集團，年營業收入超過200億元人民幣，係馬來西亞前5大集團公司之一。朱麗倩係一個身家千億嘅千金，佢喺馬來西亞華人圈中被譽為最美嘅時尚雜誌《新潮》嘅常客。即使喺城中選美比賽中，朱家姐妹總係會到場觀看。18歲嗰年，佢參加咗選美比賽，並以5369票嘅成績成為7月封面小姐，仲喺同年獲得咗新潮小姐季軍同青春小姐嘅稱號。當時劉德華已經走紅，而朱麗倩亦都係佢無數嘅女粉絲之一。據傳言，1983年劉德華嘅電影《神》大受歡迎，朱麗倩亦成為咗佢嘅影迷。呢個故事係一個粉絲同偶像之間嘅傳奇愛情。1986年，劉德華隨住香港明星足球隊去吉隆坡，在朋友介紹下認識咗朱麗倩。當時朱麗倩並冇化妝，但佢天生麗質嘅美貌令人印象深刻，五官標緻，加埋一頭烏黑靚麗嘅長髮，係一個十足嘅美人。劉德華立刻被佢嘅魅力所吸引。朱麗倩原本係劉德華嘅歌迷，兩人見面後非常投緣，臨別時互相留低咗電話號碼，並表示將來會經常聯絡。有傳聞稱，朱麗倩常常為咗等待劉德華嘅長途電話，不惜放棄精彩嘅節目，獨自待喺屋企。喺嗰個通訊唔便嘅年代，一個電話對於兩人嚟講都係無比重要嘅。朱麗倩嘅妹妹朱麗華曾向馬來西亞媒體透露，我哋3姊妹同時透過朋友認識咗劉德華，佢偶爾嚟吉隆坡，我哋一大班人就一齊去食飯同年。朱麗倩離開家鄉，放棄咗佢嘅豪門名媛同選美小姐嘅身份，亦唔再拍攝雜誌同廣告。從嗰時起，佢開始咗長達數十年嘅默默相伴同等待。1988年，朱麗倩同佢嘅妹妹朱麗華前往香港，在鄭明明嘅美容學院學習咗半年嘅美容課程。朱麗倩仲透露，佢嘅父母喺香港投資海鮮樓生意，因為有一個香港朋友照應，而呢個香港朋友就係劉德華。愛上劉德華咁嘅人，注定咗佢不能像普通女生咁自由自在地同心愛嘅男生牽手共街、食飯睇電影。86年至89年間，劉德華同朱麗倩嘅感情雖然已經漸漸穩定，但面對歌迷嘅壓力，佢並唔想將呢段感情公開。劉德華甚至一度被罵虛偽，而朱麗倩每次嚟香港都唔得唔住喺劉德華嘅好友屋企。佢經常喺潘宏斌位於北角嘅屋企寄住，每次潘宏斌亦都熱情招待，為兩人創造見面嘅機會。直到89年，朱麗倩先搬到咗賽馬西湖自治寓所居住。幾年後，劉德華買咗豪宅打算結婚，但經紀公司又唔准，於是一拖再拖。嗰啲年，
劉德華每年只有4週嘅假期，佢會平均分配2週陪朱麗倩，2週陪父母。佢哋用限量版嘅2個禮拜一齊去國外旅行，享受2人嘅甜蜜時光。當時網絡爆料唔似而家咁無孔不入，一齊去機場，一齊返嚟，唔分開行，亦都冇事。1992年，有人目擊到劉德華同朱麗倩一齊睇樓，但劉德華卻否認咗呢一事實。直到1997年，朱麗倩先下定決心由馬來西亞搬到香港，同劉德華嘅父母一齊生活，開始咗聚少離多嘅日子，成為咗一個低調得近乎隱形嘅天王嫂。呢段時間裏嘅苦，只有佢自己先能真正體會。2001年，劉德華喺香港開咗一家旅行社，並讓朱麗倩擔任劉太。喺接受訪時，劉德華終於公開承認自己有心儀嘅對象，並表示希望喺3年內結婚生孩子。劉德華唯一承認過嘅女友係俞可欣，2人同居3年後分手。然而20年後，俞可欣出版咗一本名為《情海星空》嘅書，書中揭露咗2人當年嘅戀愛經歷，包括一啲私密細節。新書發會上，背景音樂循環播放住《來生緣》同《忘情水》。俞可欣嘅瘋狂行為令劉德華感到無奈，佢嘆咗口氣，回應道：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。然而朱麗倩一直保持沉默，冇公開表態。佢揀咗一種更加體面嘅方式來處理自己嘅情感，而唔係似一啲人咁歇斯底里咁喋喋不休。一個女人為咗佢最愛嘅男人，佢嘅力量係無法估量嘅。佢願意為佢隱姓埋名，忍受一切。2005年嘅時候，傳聞2人已經秘密結婚，而佢哋嘅價值2500萬元嘅超級豪宅，亦都成為咗當地嘅一個景點。直到2008年，劉德華同朱麗倩先策結婚。2009年8月25日，劉德華由馬來西亞返回香港，前往朱麗倩家為佢奔喪。喺機場，劉德華同朱麗倩十指緊扣，高調亮相。呢場隱忍咗20多年嘅戀情終於修成正果，第一次向世人公開。朱麗倩嘅父母雙雙去世，而劉德華選擇喺呢一時刻公開2人嘅戀情，呢無疑係給咗朱麗倩精神上好大嘅安慰。佢亦明白，佢20多年嘅痴情相伴，隱忍沉默，終歸需要自己嚟補足。經過呢次，佢哋嘅感情亦真正被外界接受認可。連魯豫都感嘆：我覺得你太太係一個無比堅強嘅人。如果係我，內心冇咁強大。劉德華亦認真點頭。當然，佢係比我自己更愛我的人。雖然朱麗倩嘅容顏已經唔在，但佢最終等到咗愛情最真實嘅樣子。為咗咩朱麗倩最終能夠征服劉德華呢？或許劉德華嘅呢句話已經說明咗一切。佢係比我自己更愛我的人。或許呢種婚姻相處嘅方式，亦都只有朱麗倩能夠接受吧。大家對此點睇？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